天地一家，第一站，世间充满上帝造化，万项丰富搁美妙。关山深海，平原树林，空中穹苍，奇妙算袂了。第二，人心满有天父样相，各种心思甲情绪，快乐忧伤也会愤慨，功能创作精彩算袂了。人群充满花样色致，各种族类甲文笔，男女老幼腔口情调，做阵交配，好事算袂了。第四，世界庆出情欲争斗，各样诡计甲策略，幸福消失，和平破裂，欺骗陷害，歹代算袂了。第五，天顶发出灵敏呼声，一款福音人敬心。高抹喜乐，和谐起造，尊严得胜，靠十架保护。第六，心灵充满感恩敬畏，分别做圣，千有话。阿老敬拜爱做偌济，好好相听，天地合一家。